我中意用平板多啲。平板係。中意平板多啲。我中意用Common Connect 多啲。我覺得用平板好啲。我中意平板多啲嘅。我中意用蘋果做公文。如果咧要用紙本平常嗰啲擦膠咧，佢有啲擦膠需要你清潔啦，咁就有啲麻煩咯。用平板淨係掂個回去嗰個掣，咁就方便好多咯。可以即時交功課，同埋睇到自己做功課嘅速度同埋進度嘅，係好方便咯。太多紙擺喺度，周圍擺咧咁就好亂啊嘛。我最中意計時嗰個功能，因為每次做完都會睇到你做咗幾耐，睇下你比之前做唔做得快。因為佢上面有計時，可以計翻我用咗幾耐時間去做啦，同埋寫嗰陣時都會比較絲滑，容易啲寫，亦都唔需要用 CD 機去聽啦，咁就撳一個掣就可以聽到，方便好多。因為我覺得用 2A 掣仲快啲啊！做功課嘅時候可以 pause 咗佢，如果用 iPad 就撳個 finish 咯，就可以俾啲老師睇啱唔啱。Common Connect 科技改變，Connect 不變。